少主，少主，启禀少主，黑风主人已经从血魔手中夺回了轩辕神剑。什么？那血魔呢？血魔他已经死了。事到如今，咱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安排了？你先不动声色地回黑风寨。有人问起来，就说炎帝木一战受了伤，在外休养，耽误了些时间。那少主你呢？我自有盘算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是。师兄，他怎么样？雨生姑娘是因为受刺激过度，导致了高烧不退、神志不清，需要调理一段时间才能康复。贫道这就为她开方煎药。谢谢道长，我以前对你很凶，对不起啊。师兄，前辈，你们二位熬了一夜，肯定很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照顾就可以了。可是我大家都在这里也不解决问题。前辈，你先回去吧。就算你想照顾雨生姑娘，那也得养足精神呢。走吧。前辈请吧。道长，前辈，雨生姑娘怎么样了？不必担心，有我师弟在，没事儿。你就是喜欢说安慰人的话，什么叫不担心呢？你们知道吗？雨生到现在都还没醒呢。雨生姑娘是由于过度悲伤，一度热火攻心，调理后会醒来的。前辈，严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爷不会舍得她受苦的，你放心吧，她很快就会好起来。但愿如此，她要不醒，我也活不了了。小倩，陶庆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事商量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好，走吧。逝者已矣，你要想开一点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倒是你，可有什么打算？打算？事已至此，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？大仇未报，你就打算这么算了吗？你就没有想过再回黑风寨？黑风寨？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宁大哥走在了一起，你觉得我还能回得去吗？那倒未必。虽然树姥姥可以通风报信，甚至添油加醋，但我们照样可以打死不承认。你想想，当时的情况那么混乱，只要我们互相作证，师傅一时也难辨真假。他根本就无需辨别，他利用我，只是为了寻找轩辕剑。如今神剑到手，我对他已经毫无价值。你觉得他会冒险把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人留在身边吗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无论你怎么想，怎么打算，小环的仇，我一定会报的。我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我明天就回黑风寨。如果你还想报仇的话，就跟我一起回去。我们可以互相有个照应，共同进退。
宁大哥，小倩，小倩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烟花一落日，丝管醉春风。烟火虽好，可惜光华短暂。就像这眼前的太平景象，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。黑风统一3界之后，真的无法想象会是什么局面。到时候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安静的、幸福的厮守吗？如果我们能够像李太白那么潇洒，该多好！可是你不是，所以你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3界众生受苦，对吗？虽然我自幼苦读圣贤之书，不能说是忧国忧民、心怀天下，但是也不愿意看到3界沉沦、生灵涂炭。还有你，付出那么大的努力，功亏一篑，仍没能换来3界的安宁。宁大哥，如果要你牺牲自己来换取3界的和平，你愿意吗？虽死无怨。那你可曾想到过我？如果你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相信你会谅解我的。用我们的幸福换来天下更多人的幸福，我相信你会为我骄傲的，不是吗？那如果交换一下位置，牺牲的那个人是我呢？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你。你早就知道了。自从你见过陶静回来之后，我就已经看出你有心事。陶静哥的确劝我和他一起再回到黑风寨。虽然黑风对我们有所怀疑，但是希望凭我们2人之力，能够打消他的疑虑，继续埋伏在他身边。可是，你们的胜算有多少9死1生。小倩，你知道吗？我无数次祈祷上苍，希望我们能够长相厮守，幸福终老，就这样待在一起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愿意。但如果这个代价是用3界千千万万生灵的性命和幸福来换的话，我宁愿不要。我就知道，我聂小倩绝对不会看错人。你知道吗？我当初义无反顾地爱上你，这是因为看上了你的担当，还有气魄。当日，你一个人扛起宁家和聂家1000年的恩怨，而今日更是愿意牺牲个人小爱，成全3界大爱。你果然是我看上的男人，绝世难寻。那就不要辜负我，小倩。万事小心。你去吧，不管你去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等着你。放心，我们盼了这么久才能走到一起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如果……别胡说，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聂小倩，才有宁采臣。如果你不在了的话，我又岂能独活呢？等我回来。我等着你，哪怕再等1000年、万年、万万年，我都会一直等下去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。哎，牛鼻子，哎，醒醒！前辈，怎么样了？我一夜为他输了3次真气，可是一点起色都没有，还是这样昏迷不醒，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孩子可怜啊，从小就跟着我，东奔西跑，是风餐露宿。虽说是个女儿家，可身子骨比一般的男人都要硬了，没见他生过这么重的病。看来血魔的死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孩子，能不能闯过这一关，就靠你自己了。我们总不能这样一直守下去，什么也不做吧？我们能做什么？啊，外伤有金疮药，内伤有大夫疗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着急呀。可他这是心病，心病只能心药医。燕羽生，如果你自己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，你真的就没命了。燕羽生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平常跟我斗气的那种气势跑哪儿去了？我就不信，这么一点小事就会把你打倒。你起来，你给我起来啊！黑风还没有被消灭掉，3界就要大乱了。你马上给我起来，我们一起去降魔除妖，一起去拯救3界。燕羽生，你给我起来啊！前辈，好像醒了。大木头，燕姑娘，孩子醒了。我在呢。前辈，他在叫我名字。是啊，牛鼻子，我们家小雨对你的情，连街边的小贩都知道了，就你不知道呀。我也不知道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。装，你就装吧。燕姑娘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做了个好长好长的梦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走啊走，走得好累啊，精疲力尽。你昏迷好几天了，刚刚醒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。对了，你饿了吗？我给你做点什么吃的啊？不用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啊，这刚起来就想出去玩，不行不行。师傅，我没事了，就是觉得闷，想出去透透气。哎呀，要透在家透，不出去。没事，前辈，没事的，让他出去走走吧，有我在，我会照顾他的，不会出事的。那好，来。哎，我背你。这可是你自己愿意的，我可没逼你啊。没错，这是我燕赤霞说的。行了，小姐，上来。悠着点儿，注意安全。总算看到这一幕了。
怎么样？累不累？不累。不累就好。那等一下，你背我回去啊。真的啊？开玩笑的。大木头，我在想，你以前总是对我大吼大叫的，怎么会突然间对我这么好了？啊，没有，这段时间你一直昏迷不醒，我被你吓到了呗。我昏迷不醒？我为什么昏迷不醒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事情，反正你现在都醒过来了，已经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只记得我睡了好久好久，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，可是我又想不起来到底是梦了什么。我心里就好像被掏了一个大窟窿，我想赌，却怎么也赌不上，整个心里空荡荡的。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算我会死，你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吗？呸！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不要太激动啊。前些日子，血魔大哥抢到了轩辕神剑，他叫我们去取剑，没想到被黑风抢先了一步。血魔他为了保护神剑，最后连命都没了。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我们才赶到。他跟你说，希望你能放下杀父之仇。当时你因此急血攻心，昏迷了过去，一直到现在。血魔大哥，对，是血魔大哥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这几天你一直昏迷不醒，我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，不断的给你输真气，生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如果你真的醒不过来的话，那我就陪着你一起昏过去。其实，如果我一直不醒的话，那也挺好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醒了就好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叶小倩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宁采臣也不是普通的凡人。不能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幸福而罔顾天下苍生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小倩，此番去黑风寨十分凶险。陶庆哥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可我既然来了，就和你一样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一定要铲除黑风。不成功，便成仁。好，不成功，便成仁。启禀主人，三界盟主登基盛典已经准备就绪。送帖的小妖回报说，各路人马非常拥戴主人，到时候一定会协礼恭贺。做得好，谢谢主人夸奖。属下参见主人。弟子参见师傅。你们俩居然还敢回到黑风寨！没能铲除血魔和燕赤霞，夺回神剑，是弟子失职，请师傅治罪。失职？哼，你说的倒轻巧。如果没有人通风报信，
为什么血魔不早不晚，偏偏在我们找到神剑的时候，他出来夺神剑呢？而你又突然失踪，你能说你和夺神剑没有关系吗？还有你聂小倩，你为了救宁采臣，投奔到燕赤眉的旗下，你这不是公开的告诉大家，你背叛了黑风寨，背叛了主人吗？你还有脸回来？舒老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勾结血魔？师傅，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。弟子如果勾结血魔的话，早已得到神剑，号令3界，又怎么会让神剑落在师傅手里呢？主人容禀，那日血魔夺走神剑，我本以为是燕赤眉等人的计谋，情急之下，小倩只好假意投诚，为的就是打探出神剑的下落。小倩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因此就通知少主暗中协助。而经过连日试探，我才知道他们与血魔也失去了联络，便回来与少主会合。你们之后，我们2人去追查血魔的下落，希望找回神剑，将功补过。但没有想到师傅棋高一筹，早已杀了血魔，夺回神剑。知道消息后，我们2人快马加鞭，立马回来领罪。句句都是实话吗？是。若有半点虚言，天打雷劈。主人，千万不能被他们骗了，他们分明是串通好了，说不定背地里还搞了什么诡计。树妖姥姥，你平日就嫉妒主人重用我，还3番2次的重伤我。我平日敬你是长辈，给你留几分薄面，不予计较。但你这次太过分了。主人，如果因为狐族和主人的恩怨，使得你无法相信我，小倩认了。反正现在神剑已经找到，我也没什么价值了。要杀要剐，小倩没有半句怨言。但是少主是主人从小带大的，他的话难道主人也不相信吗？师傅，我们所言句句属实，请师傅明察。师傅如果不相信小倩，也就是不相信我。因为我们经历了几番波折，终于明白心中最爱还是彼此。师傅如果可以原谅我们2人愿为黑风寨效犬马之劳，请师傅成全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我们2人愿同生共死。很好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到阴间里做一对鬼夫妻吧。姥姥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就是，这2个眼中钉一除，从此黑风寨，姥姥你就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你们不是生死相许吗？今天我就让你们死在最爱的人手里。你们各自用剑射死对方，以表示你们的真心。你们死后，我会给你们风光大葬，让这个3界
都颂扬你们的爱情故事。陶晋，为师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陶晋自幼孤苦无依，得师父抚养成人，才有今天。师父的大恩大德，陶晋唯有来世再报。小千，你愿意跟我共赴黄泉吗？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我们愿意同生共死。上辈子造的孽，这一辈子来讨债的。尝尝。哎呀，苦啊，苦！嗯，这可是上等的龙井，怎么会苦呢？还苦！他哪懂得品茶呀？来，我尝尝。苦！哪里苦了？哎呀！我不是说茶苦，我是说这个喝茶的人心里苦。多谢前辈关心，这点苦，彩晨能受得住。哎呦，你受得住？你让我怎么说你啊，宁采臣？你怎么能同意小倩到黑风寨去？黑风是个什么东西？他是那么好骗的吗？你这不明摆着让小倩去送死吗你？啊，还有。那个陶晋，他爱小倩爱了几百年了，我的天哪，几百年了，你就不怕他现在对小倩依然余情未了？前辈所言极是，
你所担心的，我也想过。我当然想和小倩长相厮守，白头偕老。但我更明白一点，如果狐族的血海深仇未报的话，小倩将会终生遗憾。虽然我是她的男人，但是我帮不上她什么忙，所以更不能阻拦她。就现在的形势而言，能否铲除黑风，关系到三界的命运。我当然可以自私一点，让小倩放弃复仇。可是我不能因为我们两个的儿女私情，而罔顾了天下苍生啊！还有那个陶晋，虽然他说是为了小倩，但他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样重情重义的人，我信任他。宁采臣，兄弟，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你就今天这席话，我认为说的最好。我得表示一下啊，这样我一茶代酒，我聂人敬你一杯。还有我也敬你。哎呀，前辈，雨生姑娘，我这怎么敢当啊？有什么不敢当啊？你多好啊，这境界多高啊，敢做敢当，汉子，男人，多好啊你不像那个牛鼻子，哎呦，心里明明喜欢着一个女人，嘴上却不敢说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怂包。师傅，你说什么呢？谁是怂包啊？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跟他的事情啊，你不要再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管的话，等你老了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哎呦，这难怪古人云呐，姑娘大了不能留，留来留去结怨仇。我告诉你，严小雨，冲你今天这番话，我明天不，我现在，我一会儿就去找燕赤眉道长，我报名去。我在这儿当道士，我天天打坐，我大门都不出，我现在就不管你了。好，聂老道长，来喝茶。哎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燕道长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啊？黑风已经广发英雄帖，要举办三界盟主正式的登基大典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不要脸的黑风，他要三界都承认他才是主人？要天下大乱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寄托于小倩和陶晋了，希望他们能够如愿以偿，在登基大典之前除掉黑风，救三界于水火之中。少主，少主，找我什么事？少主，你为什么还要回黑风寨？你知道吗？舒姥姥早在大队人马出发巡剑之初，他就广布眼线了。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抓住你和小倩姑娘的口实，置你们于死地啊！少主，你现在回来，那不是找死吗？我一向与舒姥姥不和，她在师傅面前颠倒是非，我早就想到了。不过我更相信师傅，他会明察秋毫。更何况现在三界都是我师傅的了，我和小倩不回黑风寨，又能去哪儿呢？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我又回来做你们的少主。少主，但是我怕舒姥姥，她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。那又能怎么样？
我一心一意做好我的少主，为师傅办事，他又能奈我何？少主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是说，如果他日有需要我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，属下一定会万死不辞。谢谢穿山甲大哥，但是我劝你一句，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尽心尽力地为黑风寨办事为好。恭喜师傅大功告成！你怎么知道为师大功告成了？这些年来，师傅只要闭关修炼，皆因元丹被封而事倍功半。如今元丹归位，师傅只要运转周身，与内力合二为一，就可以天下无敌。刚才弟子在门口就已经感受到师傅的内力激荡，一进来发现师傅红光满面，所以才敢大胆猜测。不枉我栽培你多年呐！我把你带到黑风寨的时候，你才这么高，一转眼就变成了独当一面的翩翩少侠，而我们的黑风寨也变成了天下人闻风丧胆的一方势力。放眼望去，如今的黑风寨那是无人能敌呀！如今师傅又得到了轩辕剑，那简直是如虎添翼。三界盟主不过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从黑风寨的寨主变成三界的盟主，天下还有谁可以见此伟业呢？所以弟子一直感谢上苍，让我跟随师傅建功立业，真的是不枉此生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江山，也要美人，那才是英雄。你跟小倩好好回去准备准备。我登上三界盟主宝座之日，就是你们成亲之时。我要向全天下宣布你们的喜讯。多谢师傅。你跟小倩成亲之后，你们就回去，把胡族给我重新建立起来。毕竟她是我黑风的儿媳妇儿，不能失礼于人前，一定要让胡族重新繁荣、昌盛起来。这也是我对聂小倩的承诺。我和小倩一定为师傅效犬马之劳。这里到处都是树姥姥的眼线，我们总得满足她的好奇心吧。那事情进展得如何了？一切都很顺利。黑风一向自信，心里一直觉得我们两人成不了气候。这2天我们又毕恭毕敬的，他的戒心越来越小。再加上这几天忙于登基大典的事，心情大好。你笑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还要在登基大典那天宣布我们的婚事。我真想看看宁采臣的脸色是什么样的。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一旦黑风真的成了三界盟主，三界可就遭殃了。我们一定要在那之前找到神剑。没错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神剑应该在密室。我仔细观察过，密室的屏风有所变化，我觉得神剑应该在那里。太好了。可是密室那边向来守卫森严，我们如何进得去？看守的兵，我自有办法对付。难就难在树姥姥。
整个黑风寨都有他的眼线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他手里。我想到办法。小倩，你先说。声东击西，正合我意。小倩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找剑。